来看嘉义市头一间公共托育家园，7月7号检举，互囡仔食过期的食品哦。后来嘛查到讲，确实有食品过期咯。社会局甲卫生局最近又搁调查9间的公私立托婴中心甲托育家园，嘛又搁发现讲托婴中心哦，有食品过期，会依照食安法来做处罚。卫生局人员对灶骹找出过期8个月以上的综合骨粉甲白醋，无到2礼拜的时间，嘉义市阁查到一间私立的托育中心放3项过期食品，其中过期上长的有9个外月。业者表示，进前已经将这寡大料包起来，准备淡掉，无互囡仔食。这个案子我们将约谈的相关负责人到局说明之后，那后续会依食安法进行拆除。强调会依法裁处，社会局甲卫生局人员进前无事先通知，就去检查市内9间公私立托育中心。起因就是7月初，嘉义市第1间公立托育家园互检举，疑似用真侪过期食品。卫生局以食安法罚9万6，业者嘛表示已经做相关的改善。到期的都一定会把它处理丢掉。家园里面放的食材一定都是要在有效期限里面的。每周都会定期检查，我们未来也会为孩子健康做把关。托育中心接续出现过期食品，互外界烦恼囡仔的食安问题。市府中心对食安问题无吞论的立场，会继续做稽查，并提悬稽查的时间到每3个月1摆，加强辅导保护囡仔的健康权益。记者嘉义报道。